午安啊！咁多位，今日係8月4號星期四嘅中午。咁啊，恒生指數咧今早升超過100點，去到21,850點嘅邊緣啦。上證指數微跌6點，2,973點啊。留意翻咧，今日咧升市嚟睇咧，咁就藍籌股裏面咧，當然啦，匯控咧都仲係領先嘅。咁啊，最主要因為一啲即係回購股份嘅一啲消息憧憬啦。同時間咧，咁就個別嘅內銀股咧，亦都輕微地做好啦。油股有得反彈啦，車股有得反彈嘅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見到咧就恒生指數暫時咧企喺21,850點嘅邊緣咧，其實咧就未曾收復翻10天線，10天線喺22,011點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我見到恒指只係企穩，未有明顯嘅改善跡象啊，除匯控除外啦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亦都未能夠可以話總結恒指已經跌定或者喘穩嘅。因此，我會建議大家繼續去審慎觀望啦。下方嘅時候咧，有機會咧。如果係真係跌穿翻，譬如去翻尋日嘅位置啦，尋日嘅位置就係21,730點左右啦。如果挨近翻嗰啲位置再穿嘅話咧，就即係確認跌勢將會持續嘅。如果真係要即係做好嘅話咧，必先要恒指企翻穩22,000點，先至可以再進一步去睇翻好個股市啦。因此我都係建議大家暫時持有現金無需要加注或者買任何嘅股份。目前咧提一提啦，匯控咧，因為始終都係焦點嘅股份，今日又再上升，暫時係1.9% 左右突破咗之前嘅51蚊阻力啦。今浪咧有機會就係挑戰翻咧，大概係53個半，53個半係4月份嘅高位。到價嘅時候咧，咁就關注翻究竟股份可唔可以再進一步上升？如果有貨嘅話咧，可能就即係開始部署啦，食糊套嚟啦。